我想起来了，我和小倩回到10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宁定光带着我们去到一个溶洞里面，我是亲眼看见他把轩辕剑封印在炎帝的墓室当中。我还记得，在那个墓室当中的图案，跟小倩抢走的那个玉佩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回啊，我跟小狐狸啊，还有他，我们3个人啊，被困在了谷底。我们沿着谷底的小溪流，我们逆流而上，找到了一个溶洞。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溶洞找到了一个出口，走出了谷底啊。他说的这个溶洞，肯定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溶洞。那么就是说，那个溶洞就是炎帝的墓室所在。怎么可能啊？炎帝墓室几千年前就是一个秘密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就被你们找到了呢？哎呀，孩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凡是进过谷底的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啊。九死一生啊，咱们活着出来了，咱们命大呀。道长，你不知道，那个地方太好了，山清水秀，是宛若仙境啊。应该就是，绝对就是炎帝的那个墓室所在。聂前辈说的没错，那个地方我去过呀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。这你，那你就没有我的道行深吗？哎呀，道长，时间紧迫，我就长话短说。轩辕剑就在我和宁大哥上次跌落的谷底，你立刻带人去寻，一定可以找得到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燕赤霞不是你的引渡人吗？道长是玄宗正道之首，只有道长你有能力去对抗黑风。道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攻打玄真观并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对你全盘托出，只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，与我联手，共同除掉黑风。除掉黑风？是。其实我已经有一个计划，只要依计行事，我保证能让黑风灰飞烟灭。但在成事之前，还请道长为小倩保守秘密，就算是燕赤霞道长，就算是宁大哥，也绝对不能透露一个字。哎，道长，哎，说话呀，说话。你们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只有试试才能知道。如今黑风已经派出了大量人手寻找神剑，如果我们再犹豫的话，恐怕只有坐以待毙了。为今之计是找到神剑，变得刻不容缓。至于族谱上藏有什么玄机，我看我们可以一边寻找神剑，一边参详。没错，老大，你这句话我最爱听了。你说咱们坐在这儿就把这个凳子坐烂坐垮也没用啊，咱们得赶紧行动啊！道长所言极是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到轩辕神剑。虽然我不是铸剑师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如果要是对宁氏族谱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道长可以尽管发问，我绝不推辞。道长，既然你都说要寻找这个神剑，那我们大家都听你的。对，好，宁大哥，不知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小倩也是迫不得已。如今我身不由己，你走近我一步，就多一分危险。要保住你的性命，我只有伤了你的心。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。小倩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。明月为证，聂小倩对宁采臣始终如一，不离不弃。等我手刃黑风，完成复仇大计，
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，与你厮守到老。小倩，你再忍耐一下。黑风丧命之日，就是你我相见之时。薛猛大哥，哦，你们都来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快坐，快坐。坐。薛猛大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不过呢，是好事。这个书呆子已经答应帮我们一起去找轩辕神剑了。当真？上一次是晚辈一时糊涂，现如今三界临难，我一介凡人岂能坐视不管？好啊，有宁公子相助，寻找神剑又多了一份希望。哎，老薛，不是多一份希望，是2份儿。怎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师兄虽尚未参透宁氏族谱玄机所在，但为了避免黑风得手，所以决定动身寻找神剑。他这次派我来，特意请你一起同行。怎么，赤眉道长也要寻找轩辕神剑？他不是不理化外之事吧？其实我师兄一直也并非不愿，更不是对你有偏见，只不过他一直觉得时机未到，不愿节外生枝。这段时间，他见你为三界劳心劳力，也明白你是真心真意，愿为苍生造福，所以决定同我们一起合力寻剑，对抗外敌。薛猛大哥，俗话说得好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。的确，以前赤眉道长他对你言辞偏激，不过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。既然道长他都已经开口了，大哥你就冰释前嫌，这样呢才有大将风范哦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要是再不愿意，不成小家子气了吗？本来嘛，让赤眉道长跟我们妖族联手，就是妄想。如今赤眉道长能够摒弃道妖之别，我又怎么会不欢迎呢？好，我去。好，我就说嘛，我大哥绝对是有领袖风范的。好了，别夸我了。今天大家难得聚齐，又有2个大好的消息，大家不醉不归，好不好？好，不醉不归。好。姥姥慢点。哎呀，姥姥，参见主人。你怎么了？慢点，姥姥。快起来吧！哎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姥姥没事吧？说呀！主人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聂小倩她太不像话了。主人派我去监视聂小倩找神剑，可那宁采臣隔三差五就来找她，搞得聂小倩无心寻剑。我就上前催促，没想到那聂小倩二话不说就将我杖责。我跟你怎么说的？要你监视聂小倩，我没有叫你明着跟她作对。你做了些什么事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是主人派聂小倩去找神剑的。我也知道聂小倩能够找到神剑，可是那宁采臣，宁采臣只是个凡人，再闹也翻不了天。倒是燕赤眉和血魔2个人。哦，他们2个人好像已经联手，动身去找神剑了。一个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；另外一个聚集了各路人马，想与我对抗。这2个人不得不防啊！可主人，我觉得宁采臣是不是要……不必多说了。我一统三界的时候，就是宁家灭亡的时候。传我的命令，速速把聂小倩召回黑风寨，再多派人手监视血魔和燕赤眉。去吧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哎呦，慢点。啊！哎呦，小心。慢点，姥姥。
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宁采臣的夫人，宁家的少奶奶呀。哎呀，我就奇怪了，这众人皆知，宁家与黑风寨势不两立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来黑风寨呢？你家相公可能不知道吧？许久没见，舒姥姥却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阴阳怪气。黑风寨既然容得下宁采臣的情人，自然也容得下我这个发妻。哼，说的还挺理直气壮的。若不是宁采臣不要你，你能投靠黑风寨吗？你以为黑风寨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能来啊？我当然知道黑风寨是什么地方，而且我还知道，聂小倩现在是黑风面前的红人，连舒姥姥你见了她也要退让3分。既然聂小倩能做到，我杜月笙一样可以。所以，我还是劝姥姥说话客气点，说不定哪天你见了我，还要叫一声主子呢。呵，口气还真不小啊。那我们走着瞧吧。不过，能不能做我的主子，还得看你的本事。走着瞧。哼，这个老妖怪真不要脸。杜月笙，主人让你进去。主人有令，杜月笙一个人进去。姐姐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你在这等我。杜月笙拜见黑风主人。起来吧，都不是外人，坐吧。谢主人。兔族和黑风寨一向很少往来，你又是宁采臣的妻子，今天到此所谓何事？如今3界之中，谁人不知，黑风寨势力日益壮大，但凡有识之士都争相投奔。黑风主人一统3界，号令所致，莫敢不从。实不相瞒，月容今日正是有感于主人英明神武，愿意投奔黑风寨，为主人效犬马之劳。主人笑什么？不知所为。黑风寨虽然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。你是宁采臣的妻子，换个位置，你会让你仇人的妻子留在身边吗？主人明鉴，宁采臣不是我的相公，而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他娶我过门，却在洞房花烛夜弃我而去。聂小环杀他娘亲，他却为了聂小倩责怪于我。我好心收留他在雅居养伤，他却冷言冷语让我难堪。我对他一往情深，可他心中却只有聂小倩。我原本以为时间能改变一切，只要我对他好，终有一天他会接受我的。可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为他付出那么多，他不但没有感动，反而变本加厉的来伤害我。既然如此，我杜月笙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我要让那些阻碍我幸福的人，统统付出代价。黑风主人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。只要能一雪前耻，月容愿意为黑风寨付出一切。你以为你说几句话，我就会相信你吗？黑风寨不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我当然知道黑风寨绝不留无用之人，所以这次来我也带了见面礼。相信主人看过之后，自然就会明白我的诚意。什么见面礼？是关于陶晋和聂小环的。主人应该还不知道，这2个人早已背着你勾搭在一起。我亲眼看见他们2人在一起卿卿我我。聂小环是黑风寨的叛徒，而陶晋
是你的高徒，不知道这份见面礼，主人还满意吗？杜月笙，你若敢造谣生事，我眼睛里可绝不揉沙子。句句属实。谁才是主人眼中的沙子？你只要暗自监视陶静，相信一切就会明白了。陶静，我养了你，教你，你为什么为了2只狐狸就敢背叛我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小环，喜欢放风筝吗？喜欢。那我以后天天带你放。真的，不许骗我哦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对了，小环，我们一会儿收拾行李，离开这里吧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们被黑风发现了？那可怎么办啊？瞧你吓的，这跟师傅没有关系，是我想带你回幸福村。幸福村？是啊，幸福村，在那里没有人打扰我们，我们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小环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都好好照顾你、保护你、珍惜你，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陶静哥。谁呀？少主，主人让你立刻去训练场见他。他有说什么事了吗？这个属下不知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是。小倩，小倩，你不是在找神剑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主人命令我回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不知道这么急叫你我来，是凶还是吉？既然凶吉难料，索性就去问个明白吧。走。小环。你有种，就杀了我呀！是我背叛了黑风寨，背叛了你，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我姐还有陶进哥没有一点关系。黑风，你要杀就杀了我呀！主任。聂小倩在。小环他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黑风寨。我看在他从小和你们一起长大，就留他个全尸。但是你们要负责，让他说出是谁让他背叛我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你们要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小倩发现，聂小环一直想伺机报仇。他从小就头脑简单，所以根本不明白主人对我们狐族的恩德可比日月。小倩多次劝告他不要恩将仇报，只可惜，所以小倩就自作主张把他给打跑了。小倩这样做也是为了主人的安全着想，还请主人饶恕我，没有禀报之罪。你呢？我属下不太明白主人的意思。说老实话，当日剿灭狐族，本尊的手段确实苛刻。聂小环怀恨在心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而你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向本尊报仇的意思吗？怎么不说话？说。小倩可以对天发誓，小倩对黑风主人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否则万箭穿心，不得善终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不要在本尊面前耍花样。你以为几句话，本尊就会相信你吗？主人可以不相信聂小倩，但是寻剑之事却拖延不得。主人，之前攻打玄真观，我杀了我舅舅，刺杀宁采臣，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小倩对你的忠诚吗？我若有异心，何苦做到如此地步呢？那你说，轩辕神剑呢？找了这么长时间，一无所获。你是不是有事蒙骗本尊？探子汇报，玄真观的赤眉已经召集人马，不日去找轩辕神剑。你不会说不知道吧？属下确实知道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你不是说轩辕神剑在古祭坛吗？难道还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找到它？这就对了。他们终于也按耐不住了。主人，恭喜你了，圆梦的日子就快到了。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这些都是小倩故意设下的局。我曾经多次勘探古祭坛，虽可断定那与神剑有蛛丝马迹的联系，但却不能确定古祭坛是否就是藏神剑的地方。当时主人一直催促小倩，而树妖还不时地发出风言风语，小倩无奈之下，只好先行带人去古祭坛见机行事。见什么机？行什么事？说吧。主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关于神剑，小倩掌握的确实没他们多，所以小倩就故作姿态去寻剑，就是要他们着急。这样，他们自然会沉不住气，贸然动身去寻剑。等他们出发之后，
我们就可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轻轻松松地捡下这个大便宜。如今他们果然上当，那主人的好事可不就是尽了吗？小倩，不枉本尊看中你，你很聪明。是主人洪福齐天，小倩我不敢居功。希望你所说的都是事实。主人，小倩绝不敢妄言。这次本尊随队伍出发，亲自指挥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本尊绝不会亏待你。师傅，你还知道我这个师傅？我以为你忘了呢。师傅大恩大德，陶静永生难忘。说说吧，是不是那个小狐狸精迷惑你了？不是，师傅，弟子是被他的真心所感动，爱上了聂小环。你爱上了谁？聂小环。你不是说过很喜欢聂小倩吗？怎么现在变成了聂小环了？师傅说的没错，开始我爱的是聂小倩。师傅你也知道，我和聂小倩离开黑风寨发生的种种经历吧。那又怎么样？聂小倩的人虽然和我去了幸福村，但是她的心一直在宁采臣身上，最后她还是选择离开了我。当时弟子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，一心想死。是小环，她奋不顾身地救了我，她在我身边不离不弃地照顾我，安慰我，鼓励我。可是弟子当时心里只有聂小倩，所以从来没有珍惜过她。这次小环回到了黑风寨，我知道她的用意。你既然知道她心怀不轨，为什么不说？弟子曾经受过他的恩惠，所以想在不惊动师傅的情况下把他赶出黑风寨。再说了，就凭他这点本事，他也不会得逞的。为了这点小恩小惠，你就极力的袒护他，任由他来跟师傅作对吗？弟子不敢。弟子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，也不敢拿师傅的安危开玩笑。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他，保护师傅的安危。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被他的真心所打动。我们发生了关系，但是小环已经答应我离开黑风寨，求求师傅放了他吧。陶静啊，陶静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狐狸精的话，你都相信吗？当年是你和我师徒二人一起围剿狐族的，咱们有血海深仇啊！你难道都忘了吗？他对你好，还要跟你一起生活，他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接近师傅，他是为了给狐族报仇，难道就不明白吗？那些虚情假意，不值得你执迷不悟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他日我一统三界，你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大人物。何愁没有女人？师父，陶静啊，你是黑风寨的继承人，以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，不要被儿女私情毁了你的大好前途，你明白吗？你好好想想吧。师父，你到底要怎样处置聂小环？
区区一只小狐狸，何足挂齿？师傅，主人，你答应为我报仇的事情，需要月容怎么配合？急什么急啊？这点小事也算是吗？可是我……你放心，本尊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的。宁采臣在本尊眼里，要杀他易如反掌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跟赤眉争夺神剑的关键时刻。这点事，就搁他一搁吧。是，主人。对了，你想个办法，混到赤眉的队伍里面，跟他们一起去找神剑，伺机探取一切情报。哦。等我掌握神剑，一统三界的时候，你的大仇也必将得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谨遵主人吩咐。相公，月容姑娘，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我的心里面只有小倩一个人，欠你的，我能给的全都给了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瓜葛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纠缠不休？相公，话虽如此，可是我不相信你会这样狠心待我。难道你忘了娘的期待，还有你曾经许下的承诺？相公，既然你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希望，为什么又要亲手打破它？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你为什么对我如此残忍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够了，杜月容，你不要再跟我耍这样的伎俩。小倩和我娘变成这个样子，陷害小倩，拆散我们，都是你计划的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你外表美丽善良，内心却如此丑陋不堪。你给我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相公，你给我走啊！走走走。宁公子，你冷静点，毕竟月容姑娘是你的妻子，有话好说。再这么吵下去的话，会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的。道长，这是我们宁家的事，你还是不要管了。杜月容，我就再最后跟你说一次，现在有道长和雨生姑娘在此作证，我告诉你，我心中只有小倩一个，不论是今生今世还是生生世世，绝无二人。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你真的要对我这么绝情？好，月容听你的话，暂时告退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当不当我是你的妻子，在我月容心中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相公。我会在月容雅居等你，你一日不来，我等你一日；你一辈子不来，我等你一辈子就是了。世间自有痴儿女。宁公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哎，书呆子，做得对，大丈夫就应该这样，尤其是感情的事，就不能拖泥带水的。严雨生支持你。回头少爷，小三儿也支持你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真是的，人家夫妻俩闹到这步田地，你们一句好话都没有，还在这儿煽风点火。你们两个有没有道德？哎，你说什么？谁没有道德？没有道德的是你吧？哼，你不要忘记你做的那个梦，杜月容她就不是个好人，这些祸端全都是她惹出来的。哼，罪魁祸首我看就是她。
姐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宁采臣都把话说到头了，想从他这边找缺口混进去是不可能的了。哼，姐姐的复仇计划功亏一篑，如果再交不上黑风主人派下来的差事，那可就糟了。哼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。除掉黑风。是，其实我已经有一个计划。现在我已经得到黑风的信任，我再以寻剑为诱饵，然后把黑风的人带到别的地方去，佯装挖掘，拖延时间，让道长去寻剑。当然，黑风必然会识破我的伎俩。我在线上螳螂捕蝉之计，要从你们手中直接夺剑。到时候道长，你们一定要故意败阵，我就会将你们连人带剑的送到黑风面前。启禀主人，小倩不辱使命，已将轩辕剑和玄真观牛鼻子老道一干人等带来，拜见主人神威。本尊终于得到了轩辕神剑。宁定光，你斗不过我的。聂小倩，把神剑给我呈上来。是。这次本尊会随队出发，亲自指挥行动。聂小倩，只要你老老实实，本尊不会亏待你的。见过小环了吗？你呢？我现在身份敏感，舒瑶和主人都对我心有怀疑，不得不避忌一下。我还以为让小环远离黑风寨是为她好，没想到却反而害得她遭遇如此大难。都是我害了他。我真的想不通，小环藏身之处那么隐秘，而且我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小心，怎么会被人发现了呢？难道问题出现在我身上？什么意思？那天我看到你的行踪有些诡异，我就偷偷跟踪你，结果发现了小环。以此推断，我能跟踪你，其他人也能跟踪我。你跟踪我？对不起，小倩。其实，自从小环离开，我心里一直都很惦记她，害怕她会有危险。得知了她的藏身之处，
我总想去看他，总想去照顾他。小倩，事实上，我和小环相爱了。我本来打算马上离开，带她去幸福村，过无人能及的生活。陶静哥，你别自责了。小环能够得到你的爱，我相信，就算她身陷牢笼，心里也还是幸福的。我宁可他不爱我，他可以过得自由自在。小倩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除了给他伤心和难过，我还能给他什么呢？你已经给了他很多，陶静哥，你的爱，你的心，比天下任何宝物都要珍贵。那是小环一直以来都梦寐以求的，更是他情愿付出生命也想要得到的东西。